杨乃武小白菜到了酒曲会场里向碰头。现在杨乃武对小白菜一看，只看见脸，两只手搿了朱红色的定时，吓得来浑身发抖嘛，家里向三个三个张动都不动。乃武做年头啊，现在顶顶要紧，用一个情来感化小白菜。让你跟着我望诊里向得进去。那么喏，凭我三寸不来之日，使得小白菜天亮发现和吐露真情。对，所以乃武笑嘻嘻踏上一步。啊，水妹，你可记得我们当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儿？水妹呀，曾记得当年没有在三更，至今就在耳边声。我们抬举将来同日同日死，用定金色顶山门。当初辰光他讲过这样一句闲话：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为啥也还不过？你死死，我难过；我死死，你伤心。那么喏，你两家头一道死，嘿嘿，牙齿风毒个呀！实在把你讲上，台灯来走，帮扶迎上，欧日三颗绿豆泡香，龟头刀下两颗人头同时落地呀！明日迎上小手脚。我们王寿一手一动人，答应人送走下家丁。虽然明知杀头，我一点点不由。为啥？为你水妹而死，使得心甘情愿。这家牡丹花相思。做官也甘心，我们郎人女马是谁生？我等你终身一大以后，就是活了还分成为夫妻。那么呢，要得应该去做举夫妻噻。不过虽然说举夫妻啊，还是大事体啊，要商量商量。婚事嘛哪办？新房嘛摆了偌大，还是风度人里，还是黄泉路浪，还是眼睛想，外头风吹里里几乎冷得来。哎，房间里向又走又菜，男女动动，无乐而不为。水妹，快去进来吧。哎。杨乃武一看啊，小白菜听见搿两句闲话，面色辣辣滑落之地上，两条手放脱，都是小脚辣辣移动着呀。搿么蛮好，来，水妹，快过来啊！再对小白菜一看，都是来杀伤头的，不转身。好像想到啥个事体，眼睛对我一口一不动着。哎呀，哪有不动的？急呀！你看他一
谁美腾腾，又是假又是真，十分可怜十分精。倘若对个大天命人，刑部大人也枉费心。啥个道理发展？哦，想得出。刚正你对我一口啥个名堂？李朗想，反正现在么三骗我到里向，到子密室里向门旁一关，噼噼啪啪一顿生活，劝个人也没有。有的吃生活，说家发进去。代理妈妈，我哪会得打你呢？干嘛要代理说？我不会打个，不来。搿来叫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你更加要疑心。搿么哪办呢？内务一做念头嘛，两叫亲将不是即将喝，让我来接接地看。孙妹，你为什么又不肯迎战了？哦，我明白了。莫不是以我轻薄老堂子，你们贵人不大随地人？还是我杨乃武现在太板在，过去么主人，现在么变万人在，那么的贵人不大随地，可是啊，三八菜店里头爷爷不对个。哦，不是的，我明白了。莫不是今宵扎得多姐妹，我们违背亲戚不应见。还是今朝夜里向分享亲贴的亲呢，那么你不开心着？可是啊，对你妈妈也不对，又不是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莫不是预先为人。冒失，狗儿你谁经理不肯言？分派车子来接你做些领顶最不动作，可是啊，对你妈妈你了个地少，甚至对爷爷啊，也不是啊。哎呀呀！我杨乃武财帛偷了，倘若不是此中意，轻轻轻。